早晨啊，咁多位，咁今日係第2屆嘅大埔單車節啊，咁我參加嘅組別就係男子個人公開組啊，係啦。咁聽聞今年嘅公路賽係取消咗咯，我見到有好多嘅車友都同我講翻話，哇無啦啦收到信息喎，話取消咗啊！咁依家就去緊元洲仔嘅橋底啦，跟住同阿 I 石一齊踩過去。I 石咧都同我一樣係參加咗男子嘅電競組啊。Hello， 你見到個肚嗰度咧加咗塊號碼布嘅，咁嗰一啲咧就係參加咗呢個野外定向嗰個，我唔記得叫咩組別，類似咁樣嘅名㗎啦。喂 ，hello， 即係條路係咪本身唔係高花嗰度整嘅咩？係啊，就取消咗咯。所以應該未整好喎。唔係整好咗啦，整好咗啦，整好咗啦。咁我同 I 石踩到去土工嘅中間，我就突然醒起我帶漏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啊！啱啱先醒翻起，我唔記得咗帶鞋咯。哇，太自然咁樣踩出嚟啦，係喎，踩機喎。然後就踩翻去大埔啦，跟住攞翻對鞋出嚟啦，再踩翻過去土工嗰入邊，跟住去西沙路。咁因為我預咗好多嘅時間啊。不過對於我嚟講，我想睇下我操練即好啊，應該係第一次。咁俾個手勢啦，咁嚟到會場啦，咁隔離其實就見到一啲電競嘅機啊，咁我哋就嚟到報到先啦，同埋抽籤啊，咁抽籤就係抽嗰一部機嘅位置啊，咁我就抽到6號機啊。後面嗰度等啦。在咁多間學校啦。咁依家坐喺出面啊，如果有張凳可以坐下，咁幾好咧，可以 chill 下。咁依家就想同大家睇下呢一張嘅 Ego 2set 嘅一張符合人體工學嘅凳啊。咁佢專門係為咗舒服同埋方便移動而設計嘅，摸落去，哇，質感一流，坐落去好舒服啊，舒服過我平時坐嘅電腦凳啊。咁佢係可以令到你條腰係有一個支撐嘅感覺啦，所以坐落去咧係好舒服嘅。然後望落去個樣亦都好靚仔啦，無論放喺屋企啊定係辦公室都好啱啊。咁然後話明方便移動啊。個重量係好輕嘅，如果話想出去露營或者釣魚啊，咁啱又揸車過去，帶埋呢一張凳坐落去真係啱晒啦。咁佢亦都好適合一啲老人家又或者有腰痛問題嘅人士去用啦。咁佢可以支撐到你條腰啦，所以坐落去係會舒緩你腰痛嘅感覺嘅。咁平時我哋日常使用嘅話，做完運動啊，坐落去休息啊，又或者係睇住電視睇書啊，都好適合一啲嘅媽媽攞呢張凳去作為一張哺乳椅去使用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一張凳有興趣嘅話，我就會將相關嘅連結放喺下面資訊欄嗰度，輸入我嘅優惠碼就會享有一個折扣嘅優惠啊！如果大家想要，就要把握呢個機會啦。I 石，你嘅戰術一陣係點啊？戰術踩順咗先，再跟住其他踩順咗之後，其他再睇。咁我哋12點半咧就去到足球場呢一度報到啦，然後就要等1點半嘅男子個人公開組開始嘅。不過實際上嘅時間有 delay 啦，所以都遲咗少少啊。咁然後咧就終於正式開始啦。不過就部機咧就可以見到啦，我自己就着平底鞋嘅，其實佢個腳踏係 lock 踏嚟嘅。咁然後我係去到後期先知道可以將一個狗爪套落去嗰個卡踏嗰度咯，咁我就冇套到，真係直接就咁踩落去個 lock 踏嗰度踩。咁依家就正式開始啦，咁就咁樣踩啦。咁我開始咗冇幾耐咧，就發現到有啲問題啊，係見到隔離嘅工作人員都望咗一望，咁嗰陣我就耷低咗頭啦，再抬頭望，然後就覺得咦有啲奇怪喎，再望下出面個 mon， 再望下隔離啲人踩緊噶咯，但係我部機咧就冇反應啊，係。即係個人係唔識得喐啦，個火數都顯示係0咁樣嘅。咁因為嗰陣我一開始至少係踩緊200幾嘅，我嗰個體感係，所以就有啲奇怪，就停咗一停啦。跟住工作人員就幫我搞啦，咁整咗一整就冇事，係啦，繼續返回戰場踩啦，咁啊冇乜太大嘅問題啦。係啦，咁踩嘅時候咧，其實部機個 setting 咧就已經 set 到好盡啦。我將張凳咧褪到係最後噶啦，但對於我嚟講咧，我都係覺得好前咯。同埋嗰張凳咧係斜咗落去啊，所以就係啦，冇辦法焗住就咁樣踩啦，志在參與咁樣去體驗一下玩下啦。不過我都好盡力咁樣踩嘅，係啦。咁啊可以見到啦，有時就捉住
住筷子，我有時就撳住隔離紅色嗰粒掣咧，就變速嘅係，就等同於我哋後面飛輪嘅變速咁樣咯。見到我其實有時會按一按隔離嗰粒掣咁樣去做一個變速嘅。咁我踩嘅呢個組別咧就要踩10公里嘅，10公里就大概踩咗，快嘅話咧其實20分鐘到就踩完啦，慢啲嘅話就可能25分鐘、26分鐘到啦，係啦，我諗大概呢一啲嘅時間啦。咁見到我後尾都有啲辛苦啊，係啦，真係盡力踩嘅，去到最尾就做一個大力少少咁樣，係啦，衝埋佢啊，最尾嘅1公里咁樣。係啦，最尾都有啲辛苦吃力，係啦，咁踩完之後就望一望啦，已經 OK 啦。順便轉一轉隻腳，鬆一鬆腳，唞下氣咁樣，咁就喺個 mon 其實即時會顯示到你嘅完成時間係幾多，同埋個名次嘅。咁我嘅名次就係第3名，完成時間我唔太記得啦，20分鐘頭啦，係咯，大概呢啲時間。陣間你應該上台第3啊，應該。係啊，因為唔係一睇到部機一踩上去你就知，得㗎啦，得㗎啦，得㗎，得㗎，大概得㗎啦。其實比唔盡咯，始終踩機差啲嘅，有啲 setting 裏面又冇上咯。唔該晒，上翻手，thank you，恭喜晒！唔使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係咪上台攞獎啊？嗱，咁啱啱踩完咧，就攞咗呢個第2屆大埔單車節嘅完成金牌。不過咧要再等頒獎，因為啱啱踩電競就攞咗個第3。我咧唔可以咁樣飛咗出去咯。好嘅，好 OK。哎呀！哇！好啊好啊，俾阿妹妹玩先啦。可以歪咗歪咗，哇！一定哎呀！俾多個你，一埋先喎。哇！恭喜你贏得兩面獎牌啊！如果你有教練喺度，其實可以做個技術指導喎。係啊，我見啱啱我前面嗰個咧，即係我前排嗰個3號嗰個咧，應該有啲人喺度。喂，邊個依家喺你後面啊？唔使踩咁快啊，食緊你空氣啊！好似環法咁。喂，第3名咧就係第1名咧就係260。開組第1名嘅係196號嘅。